的小朋友，小朋友看头前，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石头土水当当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啥？我是吴金，我叫吴昕，我叫佩君。我叫吴东。村长，阮小朋友搁要来提宝藏，啊是讲恁今仔日敢若你，啊搁有白大个减一位，敢是？洪小琴，我知，伊就讲要出去买物件，买开半步，甲等下袂转来。哈？迄款势哦，是一只水鸡，呱呱呱呱呱。你是咧欢喜啥？哦，你下日开真侪时间呢，啊买一个物件买遐久是安怎？你看这包咧动坏坏哦。你是去互物件买去啊？是啊，你听我讲，村长来讲，这吼手机我要报销。多少？好啦。偌济？啥？偌济？ 万外块？哇，你安尼，去你买一个物件，你甲我买万外块，你到底是买啥物件？你来摆出来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我甲你讲，我遮买足侪物件啊，你看，这有叫手机啊，手机啊！手机啊！你迄句啊，甲你换新的。哦。啊，这有无？饮摆较近的好料，不好？饮料。你上介意的。啊，我的啉甜是无唔对啦。啊，搁有这甲你足同的咧，你看。搞啊搞，阿高的朋友，啊，搁有这。阿高要出任务啊！防水防水。香水。需要。啊，搁有这。你看，你上后放啥用？这用足凶的。啊，这个伊迄在伊头这上个厨房咧用的呢，我无用较粗呢。啊，搁有这。这九你看。就这个这块，你的。我就是探险队长啊。你叫伊买哦。啊，搁有你看，米，你要食无？爱食嘛，米。你甲我这买这有诶无回转来？万几块呢？你看，我件哪用大的啊？用纸糊的啊？伊要我开这有诶无的钱啦。是啦，小姐，你桌顶遮尔侪物件，啊，毋过有一寡物件是无需要的呢。小编，我请问一下，你敢会当甲我讲，啥物是想要爱的，啥物是真正有需要？你替我讲一下，啥物是真正有需要？你啊，卫生纸、九变啊，九九面，其他的物件无需要。香水有需要无？无，应该是互你身躯足芳的。好，哦，无一定有需要。啊，饮料会当啉水。啊，手机啊，就是你要算游戏，毋过毋是咱真正生活中真正需要的。搁有啥物物件？你敢搞啊，搞啊，搞。有啥物？是安怎？我无需要。无需要。哦，你看，人讲敢若这两项尔，其他全部甲我摕去退掉。是啊，我感觉小朋友足厉害。我甲你讲哦，必要意思是讲吼，你生存的时阵需要这物件，啊，你若是无伊，你会去影响到你的生活。啊，想要爱主要就是为着你生活搁较好，啊，搁较过得搁较轻松。啊，毋过你无伊嘛袂要紧。恁拄则讲了真着，就是米加卫生纸，若是无伊，恁生活足歹过，足麻烦的啦。真正有看到无？真正需要的是这啦。啊，杨小姐，后摆你就知影，必要的甲想要爱，爱分别得清楚，才袂讨这我的钱。是啊。安尼。啊，是讲咱即摆讲已经了解正确的观念，刷落来应该是爱摕保障啊。提保障。摕保障啊！专家请问者，提保障敢会影响到你的生活？万不，有啊。无这保障，我就袂当落去啊。对你家。袂歹势，我房间无够。有啊，房间有啊。瞓头卡。你要困大卡？哇，因足够踅来踅去的咧。够用的咧。你讲了嘛，足正确，你摕保障足对，啊，毋过上重要是爱讲台语。我是感觉吼，逐工拢一直爱讲台语，还是你感觉讲台语无重要？讲台语。安怎？你讲？比我的性命较重要。好，对，你的提保障，我看恁有啊。规定嘛，摕袂掉。摕袂掉咱全部啦。的塔皮会搭伫遐。我着恁看卖啊，恁到底有偌高？好。准备接招，现在干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来到这关，我看到伊真欢喜哦。你是比啥？你无印象啦。我就欢喜耶。伊可能你指挥交通啦，伊今仔日阮要考验，是甲交通有关系，对无？哎呀，哎呦，有一寡交通规则，恁敢有了解？有哦，既然有了解，什么是犯法的交通规则？
好来，请讲。红顶的时阵袂使开车过去，嘿，红顶的时阵，咱人嘛袂使冲出去，会互车弄落去，咱就死啊！伊讲到足有油的，足侪代志都是安尼。拢安尼发生的就对了。足危险的啦。啊，这两位小朋友要分享一下，来，请讲。车袂当黑白停。哎，所以对哦，因为有当时啊，你后白停车，你买害人出车祸。对对对。会受到罚因为单。咱开车的人路就共撞到嘛，对咱若要对遮过，伊都卡咧遮，看袂到路伤下就剪着啊。对啊，嘿，好啦，既然大家拢这里啊了解交通规则，就好好来甲恁考验，安怎摕到大片？4题通啊摕到1题，8题通啊摕到2题。准备好啊未？好，来哟，现在来，路来，来哟，停车格，哇凉哦，桥人行道，好寒，标准的啊。人啊，无接着，嘿，啊，细你啊看好准哦。枪一个过。哎呦，门路扣喙水，行路扣骹腿，哎呀，bonus 呢？桥，有既然哦。这么简单，就摕到啦哎。呦，斑马线，哇，4题有一个大片哦。我哪安尼？人，哪会安尼？是我出去啊啦！桥，哦，哎，罚单，好可怜。好犀利啊！路够鱼，免着急。回转，这里来，单啊，唔是是因哦，太了解交通规则啊。恰。哎呀，就是呢。交通警察，好，哦，7题啊。人哦爱听路，路，过题就过关啊。无马路，看嘛，拢着，无啊晓。哦，嘿啊，头先有一个讲足紧的 bonus，还有 bonus，什么人讲的？你搁通啊念一个，互咱听。门路扣喙水，行路扣骹腿，若要知影路，就是扣扣嘴；喙，对，啊，问到路，就当然是扣骹。扣卡。哇，厉害呢，台语练得真好呢。赞哦。我看一声摆啊，哇，去用剃头啊，剃头。8题拢对，2题大片，佮加上1题 bonus， 3题。来，车题，哇，念出来第哦。一关，下了马了。祖鱼个树干巴个抓尾啊。第一个用第三题，来这。啊，哇，交通规则其实对囡仔来讲是有难度的咧。对啊因既然我就随提3题。好，来，后一关试看卖啊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做火球进步，4位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。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个珠啊搭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啊！一个开场我就足好奇的啊！恁讲什么？恁是什么石头厝水当当队哦？啊，哪有这个队名？因为咱大屯山较早是火山，伊有爆炸了哦，爆炸。遐个石头拢走去咱的田内底，啊，甲有大屯溪内底。咱较早的人用遐个石头去起厝，所以叫做石头厝。啊！以早咱当然嘛是有当地有啥物物件通啊起厝，伊就摕来起啊，对对，就方甲贴便，贴的，方便就起起来，就倒在内底啊。森林的地位真厉害。好，今嘛要来甲恁考验啊！好。按照那摕到大片，5格1块大片，10格2块大片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来好去啦，往迄个所在。进，好哩，我阮进啦，有好来一步 ，PH 是 purpose， 什么词？沙文坡，沙文坡对。文通。哎呦，哎呦，会用的哦。好去啦，快紧，咱豆豆进步一下。哎呦，我们哥，你好进嘛，你来可以，哎，再进步。来 M 是什么词？俺
啊对，来，好起啦！哎呦，有动台语真好哦。哦，你头甲海过海过，好，用过去，用过去。小龟，龙龟，龙龟，两波，来，真两开始歌歌有啥物事？唱歌。厉害哎呦，来，好起啦！哎呀，有动一秒就想出来啊。好，哎，咱继续贵的哦，吼。哎，小心莫甲阮创我歹好，啊！猎头，阮这贵贵啊吼！好进，一波，快紧 T S 字有机会啥物数字？早早。高炸，高炸，早早会用的哦。来，好起啦！来，我就轻呢，就轻呢。哎呀，来，哎，可以贵，两个，一个，哎呀，两个，好真两 H 是好，好有啥物事咧？什么物？喝口水，喝口水。喝饮料。笑嗨笑嗨嗨，对，来，好起啦！零饮料。哎，林云聊。跑，来，我刚金，哎呦，给你表现的机会啊！金，金，啊，真正一波，二是呢有啥物事？不一讲。拿下。拿是拿下，好起啦！哇，真两 T S 科有啥物事？好啊。好啊，好，对。是我的问题。好啦，无咱来讲一个 H。 H，哈西。学生，哈奇。寒冰。寒冰。学习，寒冰买用，哈，真正是读到摸咧烧啊！十个两块大片来遮底啦。来，摕一个大屁大声讲出来，你摕啥？比黑加文班。好，来打起你。哇，这届互你念啦，后一关我就去收起来。好，来加。虾米。干嘛个地啊呢？咱绝对上无收一块起来。我两个拢会收。袂使安尼啦。两个来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讲。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两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，恁有偌高选。想要甲这小朋友请教一下，哎，恁平常时拢是安怎去上课？坐公车不可以开车。开车、坐公车，啊不。敢有人骑铁马、骑脚踏车？无。小细汉啊，徛体面无所在藏啊。无所在哪去嘛？要30分钟的。哦，安尼哦。我甲恁讲，有一间学校一定要考驾照，才有法度去骑脚踏车去学校上课。下有够脚。有哦，咱来好好看卖一下。啊，你看正经，安怎摕大片？你若对一题，通摕一块大片；对两题，通摕两题，真简单。来看卖到底是什么款的学校咧？大家好，我是全台世界走跑跑探险亲像行走卡，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今仔日真正真欢喜，会当来到中华的大西国小来骑脚踏车咯。啊，至于动物，麻烦你甲驾照我看者。驾照我骑的是脚踏车呢。嘿，伫大西国小，咱要骑空明车要有驾照哦。为什么啊？咱即搭是希望讲囡仔吼，以后我都家己骑脚踏车的时阵吼，父母就唔免下晡上下学先来接送，爱家己吼骑脚踏车时间较自由，嘛使好好规划家己的时间啊呢。对。那呢考脚踏车有啥物流程无？你爱先考一个10分钟的笔试，啊笔试若考了后，咱就进行路考。啊，路考超30分钟，考了2项若拢有80分，学校就会发驾照互囡仔。那呢，我今仔日敢嘛会使做回来考驾照？知啊，无问题啊。安尼，咱就来考驾照咯。哦，来遮准备来考试。进前呢，爱先注意安全无？第一关是检查设备，等你检查好来，考试官会甲你交啊，就是你通过啊。第二关是直线进行，袂使骑伤紧，伫迄15秒内底骑到后壁。直线进行了后，
遐有一个娃娃啦，伊会摕一个号志灯，伊的指示讲即马是红灯、黄灯，还是青灯啦。到遐我过来先停一下，向前了后，有看到另外迄个所在有一个街啊，遐就是两段叫啥物倒弯嘛。头前遐佫有一条线，就是互你小停伫遐，脚踏车摆好正，人要进行啥物 S 型的前进，向前行，这是最后一关。 你感觉这一关上困难？我感觉 S 型遐上困难，因为遐爱控制好坏的人。安尼你莫紧张，我甲你放轻松一下，甲你考一个甲脚踏车有关的知识。你敢知影脚踏车除了脚踏车，佮有啥物其他的讲法？骑马啊，佮有空灵车啊，袂歹呢。安尼我佮甲你考一个，你敢知影重链车佮有轻便车，倒一个嘛是咧讲脚踏车？ 唔知呢，唔知哦。请问小朋友，你敢知影重链车佮有轻便车，倒一个嘛是咧讲脚踏车咧？哦，到底是倒一个咧？动链车还是轻便车？嘛是咧讲脚踏车咧？我感觉动链车就是用伊的链，就是用阮的脚甲咧，互伊动。字面上的意思应该是安尼，轻便车应该是讲伊较好收。 较好收哦。你讲轻便车哦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动链车。动链车。噔噔噔噔。敢安尼？到底是倒一个咧？动链车还是轻便车？嘛是咧讲脚踏车咧？ 我感觉动链车就是伊用伊的链，就是用阮的脚甲咧，互伊动。字面上的意思应该是安尼，轻便车应该是讲伊较好收。较好收哦。你讲轻便车哦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动链车。动链车。噔噔噔噔。敢安尼？ 我讲轻便车，伊嘛是算是种大车，伊拢一定会伫咧铁基路顶悬，而且以前拢是用人塞的，啊以前载土炭还是载人，你知影无？那是古早的时代啊。好，安尼咱来看卖后一题。一家即马换你来考脚踏车哦，安全无？有。啊，铃铛。哦有。哦，胎压。袂使。袂歹。 脚踏车的链啊，会叮当啊袂？哦，好 ，OK。坐起了后，双脚踏涂骹看会拄好悬。哦，因为咱这个吼要注意，你脚踏袂着涂骹危险，会滑倒。好，伊只过来，咱即摆要考的是直线前进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 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红灯、青灯，倒边无车，下边无车，行。洗一轮，倒边无车，下边无车，行。 成功！耶！掌声给刘大脚，你真厉害呢！感谢你哦。不过嘛是会足紧张的呢。来问一下你的感想，你感觉安怎？嘛无，他拄仔遐尼紧张啊。啊，你准备这准备偌久啊？差不多2礼拜左右。哇，嘛足厉害的，恭喜你嘛考过啊！嘿啊。刷来咱就会当上路啊。不过安全嘛是足重要的。 安尼我来甲你考一个甲脚踏车有关的安全知识，倒一个是正确的哦。好，是骑脚踏车过斑马线爱足紧的骑过，还是今年国校6年的小朋友虽然拄考到脚踏车驾照，不过嘛是爱等到18岁才会当载人呢。我当然知影正确答案吗？哦，遐尔巧，遐尔厉害。安尼我来问现场的小朋友哦，是骑脚踏车过斑马线爱足紧的骑过，
也是今年国校6年的小朋友，虽然拄考到脚踏车的驾照，不过嘛是爱等到18岁才会当载人，倒一个是正确的呢？哎，好，倒一个是正确观的。念倒一个是正确的咧。嘞，十八岁再人，无咱有可能会危险，会滑倒。就是讲考到驾照，你甲拄考到驾照，嘿，安怎？袂这是没习惯，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所以恁感觉无按18岁才会当载人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到底敢是这个答案？敢安呢？棒棒。再回。对啊。这厉害啦！干嘛？拢叫人摕了了啊？那就厉害。嘿啦，我跟你讲，骑脚踏车过斑马线的时阵是安怎？爱落车用牵的，哎，安尼才是正确的。无唔对，哇，因拢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了解，所以因两题拢对，通啊摕2题大片，请摕。来，大声念出来。免紧。什么？欧昂城啊，还有啥？围欧。哦，来，大起你。全部叫人摕了了。你看，我就讲啊。来这所在。表现得真好哦，小朋友。我即马有你去用洗面啊敢若去用洗面，而且因笑安尼，敢若你甲我踢笑。那咪，我就互恁笑袂出来。你有看到，嘛是有迄空，无可等一能。下试看嘛，那咪就知影，来看嘛，因敢摕到宝藏咧，因来看。啊！拜托。哇，头先舞动一个开始啊，就紧张啊！紧张啊！敢有想要刷位的？没刷下。你刷啥？免啦要安怎刷拢是一空啊。无一定啊，刷伫遐万不离，到我手去。嘛是共款啊。足歹讲的。来看卖啊，舞动，手甲放进去，爱飞超过1空才有准算哦，知无？较大力，好落去就对啊。来，请飞！哎呦！完胜！我摕到是高水倒片，我心中咧跳出来啊呢。来，恭喜恭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哦，我对啦。这倒片。讲真正的，阮比你较紧张啦。哎，简单讲是安尼啦。倒皮是。带你去佚佗。哎呀。啊，内面甲阮那特色拢有甲伊画出来。啊，即摆心情啥款？真欢喜的。啊，别讲你咧。啊，就是嘛是一开始就是紧张啊，但是后来就是变就欢喜的。电话哎，所以这个心情的转变真好。今仔日表现到真好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就爱台语。真好真好，登山够笑对吧？真厉害真厉害。